台湾字福刊大尾头。1994年，郑志玉牧师为台南来高雄市开办教台语白话字。高雄市真侪朋友有去学。阮伫1996年有组高乐会，高雄台语罗马字研习会，做伙推广白话字教学。到2000年5月，咱拍赢外来政权，陈水扁选着总统，就是因为南方即个大胜利。高乐会决定要有文化建国的宣誓。考虑的是，咱打要建立什么款的国家？台湾字就是咱新佮独立的国家文化想象。台湾字10字就是安尼来的。开始是双月刊，一期8页，落尾出到16页，出14期了。投稿的文章愈来愈少，出版的期间嘛愈拖愈长。到第19期，2007年正月，不得已才收起来，算是真无彩。台湾一直予外来政权统治，有累积白话字即款文献，是台湾人足宝贵的文化资产。嘛因为有白话字的帮衬，咱的母语才有才调保留到遮好势。迄阵，高乐会的朋友就决定甲白话字叫做台湾字，足清楚表示高乐会的立场甲战略。台湾人写台湾字，台湾字即个名称就是安尼来的。当是啥代？要搁复刊，顶出江湖闹动。即马台湾主体性称足悬，母语甲文化意识嘛加真强。毋若真侪所在有少年爸母推崇母语家庭，教会嘛出现少年牧师用母语主持的场面。搁因为中国的打压，甲中华民国体制，甲台语闽南语化，互正讲母语的需要搁较强烈。安尼的环境，逼咱爱搁继续咱母语运动的目标，建立正经母语的台湾学、脱汉甲建国。咱要唱声讲，台湾字搁来啊！台湾国嘛要到啦！